咱若有真理伫心内，咱就会当甲人和睦，信仰就会当坚守，祈祷就快乐，安尼咱就愈来愈亲像天父。所以就亲像主耶稣所讲安尼，咱要得到神的应许因着主耶稣基督所甲咱铺排的道路，所以咱爱认清咱要追求的对象，咱嘛爱谨慎到这个世界末了吼，有迄个假基督啦、假先知啦、异端啦、游戏啦吼，安尼来冲乱来分散人的迄个心灵甲意志，会变卦吼，安尼就无法度追求永远的生命。所以咱应当要有决心，照真理行吼，来求天父真神来看顾咱。所以咱伫马太福音内底所学到就是要安怎接纳人来赦免人，要安怎来牺牲家己，远离迄个人的软弱批评甲论断，来中伤人吼，这拢是无好的吼。所以咱要有一个更高更好的这种生命的追求吼，咱需要主耶稣甲咱随时同在。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这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餓。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咱要伫活命美娘的单元做伙来分享。对这一集开始，咱要来介绍圣经后壁段，就是新约圣经，拢共27卷。头前称作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拢咧记录耶稣的行踪。就是伊伫传天国福音的时阵所留落美好的教训，这真宝贵3年的时间会使讲是主耶稣带着肉体伊伫生命内底上好的一个印证，甲对人这种救恩恩典的付出。马太是主耶稣的门徒伊是税吏，做过税吏主耶稣在呼召，伊愿意放下一切来跟对主，伊的名又搁称作利未所以马太是税吏，嘛会使讲税吏利未。伊做人谦卑，耶稣甲选调的这个过程，会使讲用尽伊的温数，将主耶稣一生的工作事业拢甲做一个记录。这个写作的时间我写这个批信的时间。差不多伫公元60年至70年，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毁的迄个时阵，这马太福音强调耶稣是大卫后裔。那大卫是这个犹大支派，所以符合神所预言预告的吼，耶稣基督一定爱伫王的系统内底。伊嘛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救世主，伊不但要做肉体犹太人的王，其实伊毋是讲要带领犹太人去反对去烧战来对抗这个罗马政府帝国。其实主耶稣伊是要做全人类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属灵的王，也就是心灵的主宰。这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要拯救咱的肉体，要紧要拯救咱的灵魂。谁要拯救肉体呢？人活的世间有足侪烦恼，人活的世间咱要面对足侪挑战。这生存的挑战若无耶稣基督甲咱拯救，其实人都是伫困苦、伫患难，甚至拄着病痛，过来上恐怖、上惊吓，就是爱面对死亡。这的原因，拢互人袂平静。那主耶稣伊
会当互咱心灵开阔，因为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有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会当到我这来，伊要互咱得到安息。所以马太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要互因通明白因为马太福音运用真侪旧约的这个经文，还有足多是犹太人的背景，拢有详细的这个解说，印证主耶稣来到世间，食做人的时阵，伊称作神的独生囝，但是神所预备要来成做咱的救主。所以马太将主耶稣的工作甲教训拢甲分真清楚甚至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做一个介绍。所以第1章到第4章咧讲到救主的这个准备伊的出世啦伊的来龙去脉啦。第5章开始咧谈到福音的这个宣告，5、6、7章那第8章咧讲到救主的显明这就是主耶稣所蕴藏伫伊心内奥秘要互人会通领受这个拯救的恩典。所以救主的显明表明讲咱有一个倚靠的对象，相信的对象。21章一直到28章咧讲到救恩的完成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当然这咱拢通知，主耶稣受真侪苦楚，所以圣灵来拣选耶稣肉身的老母就是玛利亚，所以圣灵甲怀孕当然真惊吓，但是这是圣灵的工作，表明讲耶稣伊虽然是尊贵天顶的神，但是伊甘愿用救人的这个计划，就是神的话，将肉身来到世间。所以玛利亚被拣选的时阵，伊嘛真惊吓，总是这个天使甲伊讲是蒙大恩的女子，伊就勇敢。若安尼，玛利亚已经甲耶稣肉身的老爸就是养父啦约瑟已经定亲。那约瑟是一个义人这玛利亚还未结婚就怀孕，所以这对当时的律法来讲，要用石头钉死。但是伫梦中，异梦内底天使甲伊显现讲，约瑟你毋免惊你只管把你的妻子这个玛利亚甲带过来，但是袂使甲伊同房。伊所怀孕是对神来的，所以是神的旨意，是圣洁的。就安尼，约瑟请过来了后，伊就甲玛利亚带来。所以主耶稣降生伫伯利恒，有东方的博士来朝拜献礼物后来当时的王要来抬迄个红婴惊讲这个王位不保所以约瑟带全家就到埃及然后这个代志过了后才对埃及就转来拿撒勒。所以主耶稣出世的所在拄好伫户口普查，所以是伫伯利恒。伊大汉生长的所在是伫这个拿撒勒，所以伯利恒就去用袂记哩大家拢称耶稣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中间还有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工作主耶稣嘛留落好的榜样，伊无做，但是伊却互施洗约翰甲伊这个洗礼所以约翰伊讲我都爱受你的洗礼，你才来这要互我带你洗礼呢？主耶稣叫伊爱暂时应准为着尽诸般的义啦。所以耶稣基督一步一步安尼照着神的预言应许旧约时代这先知的这个预告所以降生甚至受洗伊要来工作的时阵佫互魔鬼甲试探，这是真出名这个马太福音第4章开始所主耶稣所领教的，所以讲有这个眼目的情欲互伊看咧讲这个荣华要互伊有肉体的情欲这巴肚枵爱食物件，讲叫伊甲石头变做饼甚至试探神，叫耶稣这个撒旦叫耶稣对这个殿顶圣殿顶头甲跳落，讲安尼神的伸手甲你托住，这主耶稣一项一项拢用过圣经的话来对抗来互这个魔鬼撒旦会当知难而退所以这
这个美好的这个记录，拢互咱通知。马太福音真正是一个真重要会当互咱对神拯救人、拯救世间人的这个奥秘甲显明出来。这个奥秘就是不知道，原文就是不知道。不知道的代志，互咱人会通知道。甚至甲咱灵魂有关系。将来毋免受影响，咱会通因着信耶稣基督，灵魂得到救赎。咱会通去到天国甲主耶稣永远伫咧。所以这福音的宣告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重要的这个教训甲教示。福音的宣告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重要的这个教训甲教示。这个马太利未伊拢甲记录落来。这中间阁有这个登山的部分就是讲八福。这个有福的人讲起来会当安尼有神的心智，有温柔的内在，有瓦靠的信心所以整个来讲马太福音是神国福音的这个内涵啦。伊重要的有这个属灵的价值对咱伫信主、信耶稣过程内底生命意义会通做一个真大的这个改变。亲像主耶稣伊安尼身体力行伊家己亲自行过留了榜样，所以讲爱做光，爱做盐光会通照互人头前的路光明，光会通互人无惊吓光会通互人分辨倒位是好的，倒位是歹，叫做明亮人的心啦。盐呢？盐当然是调和你来看咱煮汤掺盐，煎鱼掺盐，鸡肉杀起来掺盐，伊会调和自然就这个淡薄盐味有迄种甜蜜的感受啦。咱煮饭的时候甲下一寡盐味即马安尼煮起来了，迄白饭会真甜那迄个香味都香味阁有甜味啦这是伫马太福音内底主耶稣所对咱的这个教示而且这个马太福音内底阁有讲到主耶稣用真理来行事，互咱通知做人的原则毋是家己定一个追求真理、尊重神、有信仰、有救赎观念的人，会通真正尊重天顶真神。神阁将圣灵赐予咱，这是主耶稣伊嘛安尼讲伊将圣灵留予咱互咱印证所信的道。所以这就是神对咱的接纳圣灵对咱的帮助咱会通亲像耶稣留的榜样，信主的人爱洗礼全身落水，头淡落低下头伫水内底对水能够起来都这个复活安尼整个的过程会通虔诚诚实的这个内在心意，拢甲显伫主耶稣的面前这嘛是会当回应耶稣基督对咱的爱这个爱是真的敬拜就是真的这个敬拜甲这个爱会当成做咱心灵上重要的财富。所以这个钱财对人来讲真紧就过去迄毋是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价值是心灵的满足以及对神的这个信仰，对耶稣基督的倚靠。所以咱拢信主的人拢咧追求迄个生命的改变甲成长，期待要建立一个有根基的信仰会通亲像主耶稣基督安尼，红顶十字架的时阵，伊个安尼祈祷讲：主爸因做因毋知你就赦免因咯这种论听修德的这个观念互人有更高的这个心智，远离纷争，属灵的价值观就提升而且存着这个盼望的心，希望所有人拢有通改变对咱家己改变开始咱来效念主耶稣的榜样，来学习主耶稣所留的。所以主耶稣伊毋是安尼尔伊佫教咱祈祷这祈祷的心智就是咱伫每一天上简单的需求，
这个食清啉用功唔免烦恼啦，爱用神的思维念来关心更较大项更较重要心灵的知足这个内心的这个挖壳。咱若有真理伫心内，咱就会当甲人和睦信仰就会当坚守祈祷就快乐，安尼咱就愈来愈亲像天父，所以就亲像主耶稣所讲安尼。咱要得到神的应许因着主耶稣基督所甲咱铺排的道路，所以咱爱认清咱要追求的对象咱嘛爱谨慎到这个世界末了吼，有迄个假基督啦、假先知啦、异端啦、诱惑啦吼，安尼来冲乱来分散人的迄个心灵甲意志，爱变卦吼，安尼就无法度追求永远的生命，所以咱应当爱有决心。照真理行吼，来求天父真神来看顾咱所以咱伫马太福音内底所学到就是要安怎接纳人来赦免人，要安怎来牺牲家己远离迄个人的软弱批评甲论断来中伤人吼这种是无好的吼，所以咱要有一个更高更好的这种生命追求吼，咱需要主耶稣甲咱随时同在最后一项就是讲主耶稣佫用足侪譬如的吼因为譬如有足侪隐喻伫内底对实质医病赶鬼也好，对大自然甚至死人复活这拢有真明白的这个道理伫人的这个心内，所以咱参考马太福音会当更加知影主耶稣伊伫这个世间所留落美好的这个榜样吼。所以主耶稣嘛讲吼，咱白白得来的救恩，咱嘛爱白白甘愿来舍去，就是爱去传吼，去甲将这个好的信息、得救的福音这个生命真理吼，甲传出去。今仔阮就是拢做这个代志吼，所以求天父真神来看顾咱伫譬如内底会当明白主耶稣讲的譬如，就是要造就咱的心伫真理内底。互咱领受的时阵，咱不断伫成长吼，会当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以上甲大家介绍咱直接要来完成做伙额头灭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到你的名你甲阮同在。其实阮伫要做罪人的时阵，你已经来到世间，为着要拯救阮的灵魂，你替阮死，留落美好这个得救的道路、恩典甲真理。愿主开启阮的心，互阮听见的人会通圣灵的感动，要来追求这个真正的信仰，要来追求圣灵同在，有神的名的所在的教会，才要互阮生命通得到改变，将来领受主耶稣应许永远的这个福分甲救赎。愿主耶稣垂听阮的祈祷，阮将所有的工作拢交伫主的手里，阮应要上赞归主耶稣的圣名，因为平安临到来到你面前人这个心中，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基督，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多造就的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通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